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因苏丹红辣椒粉的影响扩大，民众上烦恼就是所买调味品到合格。台南市政府为了让民众安心采购，特别伫市府网站建立苏丹色素是安全区，公布台南市稽查配合以及路向，并公布无合格名单等相关的资讯，提供市民伫采购时作为参考。从这个输入商包括大家常听到的宝兴、金赞、嘉广或者是格瑞特，那这一些输入商，它的不合格产品呢，流向我们台南市呢，一共有114家，特别是包括像有10家的制造业，有9家的餐饮业，还有95家的贩售业。目前在台南，我们已经下架违规的这些产品呢，已经超过了50吨也就是5万公斤所以也希望民众也能够重视这个食安的议题为了要让大家有更方便的资讯的查询，目前在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网站，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苏丹红色素专区，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呢，它会连接到我们台南市所有相关的讯息。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在台南市呢，我们有一个苏丹色素的专区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有提供我们本市抽验所有不合格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合格的厂商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进来看，我们有很多的照片，提供这个合格厂商的资讯。另外对于不合格的产品，那我们也提供相关的查询，可以让民众呢有一个选择。不合格的部分包括了很多的这个产品，我想这个对大家是最有帮助的部分。希望民众如果你家里面就有这一些辛香料，都可以来比对一下，
是不是属于一个合格？如果是不合格的话，建议大家立即停止使用。对着爱食香的朋友，卫生局长李翠凤除了提醒民众应该避免买到上过于鲜艳、标示无明的新香调味料，嘛建议大家会当多多采购台南出产的新鲜辣椒。民众呢，要有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饮食。那首先，除了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选择不吃辣之外，如果是一定要吃辣的这个民众呢，那我们就建议你在选购食材或者是在选购这些辛香料、调味料产品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注意，避免选择颜色非常鲜艳或者是这个价格很低廉那这一些甚至就是它的标示不清楚、来路不明的这些辛香的调味剂那另外就是呢，我们想让大家知道，选择原型的食材可能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你眼睛看得见，所以你会知道这些就是属于这个生鲜的一些食品那特别像辣椒，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台南市呢，我们在台湾省是第5大的辣椒产地。那在我们的白河、东山、后壁都有非常优良的这些小农来做一个种植，希望大家可以到农会来选择这个经过我们把关和认证的这些农产品来增加你自己对这个饮食上的一个安全。民众若是真正无细腻食到苏丹红的产品，卫生局长李翠凤嘛提醒，会当多啉滚水、多运动、多食蔬菜、水果，做是正常等，减少苏丹红对着身体伤害。我们可以多喝水，能够增加这个代谢。另外呢，就是应该要多运动，透过汗水也是一个把这个色素排出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其他包括我们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可以增加我们排出这个苏丹红色素的一个速度。那最后呢，一定还是正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不小心吃了这个苏丹红的色素，它其实代谢的产物呢会变成2级这个致癌物。那2级致癌物包括什么？就是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被归类在我们第2级的这个致癌的这个因素当中市卫生局提醒购买辣椒粉时，要注意气味甲色水，优先选择性有良好、外观色水自然，莫选择价钱伤低、来源不明的产品。消费者若是有任何食安问题，会当下询卫生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285-000，也这是参考苏丹色素食安专区公布的相关资讯。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随着环保意识提高，其中像年塑胶制品嘛要转变成绿色的市场。其中依然常常拢会接触到的塑胶袋仔为例，现在有厂商3年前就研发用粉浆来做，不止无毒，也会加入地叶等香味，而且3个月到半冬就化去，做到循环减碳。淀粉来取代这些塑胶的制品呢，重点是我们用的是非改质的淀粉，而且是非粮食基的淀粉，因为现在用的是很多粮食去做这是不太好。但是重点来了，我们是用非粮食来做的。那非粮食做的有什么好处呢？不会造成粮食的恐慌，而且再来我们可以彻底的去取代一些塑类，不会造成环境的压力，而且呢对我们的环境会更友善。为定现台南，这是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经济发展局伫塑胶工会等6大工协会支持，以及指标性厂商的踊跃参展，今年特别举办第1届像年塑胶工业展，将成为产业交流甲合作的重要平台。橡胶机械产业呢，全国大概有1000亿的产值我们台南就有600亿占了60%。有1500多家的厂商所以在台南的这个橡胶的一个产业是一个聚落，因此我们在台南来展览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邀请国外全国的厂商来参展，展后可以到工厂去亲自的来怎样来洽谈，这个就是一个展览在当地可以把这个商机揭露出来。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展览，也将我们台南的这样的一个聚落呢，更加的茁壮。很荣幸，也很高兴有机会贡献我们在展览上面的展物执行上面一些经验，也非常谢谢几位产业理事长跟厂商先进的支持，以及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指导，让这次第1届举办就能够
在开展前已经可以预估到开幕之后的盛况。2024台南橡塑胶工业展元素展出成功。伫启动仪式过后，该展览将伫3月21到24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除了满足有需要的买主，有主题演讲，让大家了解该产业的趋势。同时，祭出现场打卡，就有机会抽 iPhone 等大奖。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甲一个单位合作，伫台港文化中心举办名为看医生张万全作品修复展。这个展览向小朋友介绍艺术品修复的观念甲技术，也让小朋友对了艺术的概念会当自细汉培养。这是张万全老师第一次我们以插画的形式来介绍张万全老师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学龄前儿童来作为我们主要的目标的观众。我们希望可以让张万全老师成为这些孩子所认识的第一位大师，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在我们台江文化中心种下这样一颗艺术的种子，希望它可以有一天萌芽、成长、茁壮。这一个展览呢，我们希望是可以把修复呢再向下扎根到幼稚园这个部分，让我们这些小朋友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那将来呢，也许他对这个修复呢会有更大的兴趣，跟还有对我们艺术呢保存还有文化有一个概念哦。那从他们这个幼稚园的教育就开始。为了这次展览，修复工课也特别设计了学习单，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当做伙参与。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会当为游戏当中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嘛增加了因对了艺术的亲近。你有把画修理好吗？有。你用什么修的？用蜡笔。蜡笔修的。红色。红色。粉色。蓝色。蓝色。黑色。黑色。我没有经过修复师，没有经过这些我们艺术家不管艺术家的后代或是国家来保存的话，我相信不到20年、30年，我们这些作品你们完全看不到。我们这些的文献需要透过政府单位、透过修复师、透过学者，把这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下一代。就像今天松影来让小朋友第一个认识张万全老师的这种修复展。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的。透过体验式的教育，让艺术品修复不只是无聊工课，透过趣味好耍的艺文体验，让小朋友自细汉开始对着艺术培养出兴趣。名为看医生张万全作品修复展，目前也当伫咧台港文化中心二楼展出。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每当的8月6號到8號，伫日本仙台攏會舉辦70節。民眾會看到一粒一粒用竹仔做的彩球做裝飾，花麗繽紛，非常的水。即馬伫台南的愛國和平會館嘛看得到。希望民眾可以來感受一下這些色彩繽紛，那本身又很充滿這個日本這種雅致的風情的展覽。仙台和台南兩市伫2006年成為姊妹市了後，就一直保持着文化交流和合作。這次仙台市政府特別把在70節彩球送到台南，相當有意義。仙台呢，跟台南市的淵源是來自於我們兩個城市都有七夕祭典。那從2006年開始呢，我們結為友誼市呢，其實兩個城市保持了蠻高度的一個互動哈。即使是在311地震，或者是02、06台南大地震，甚至在疫情期間呢，兩個城市其實還是一直維持很高度的互動跟友好。那在去年疫情稍緩之後呢，我們開始雙方做了一些包機互訪啦，或是觀光物產的交流。空運來台的仙台70節彩球，代表着台灣和日本之間的友誼更進一步，嘛讓市民感受到來自仙台的文化響應。台南新聞綜合報道。2024台灣燈會佇台南已經圓滿閉幕，不過真濟民眾遊玩真有興趣，無度滿足，紛紛希望延長燈會水，加上民間團體對着會場的需求嘛相當踴躍，所以市長順應民意，宣布延長眾神之門 App 的下載期限到3月31號。民眾也用該 App 掃描圖卡，來定時將眾神的祝福請回來厝。常受到
民众喜欢的甚至下载率超过 Netflix 的这个台湾灯会众神之门 App。那通过这个 App 可以把众神的祝福带回家，放在你的手机里，这是得到神明的祝福，一直是持续不坠的。尤其台南是众神之都，所以说众神的祝福带回家是最好的。众神之门是艺术家林俊廷运用 AR 技术所做的作品，参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当神秘的门一拍开，新娘红红拢会走出来。嘛，参像是台湾灯会外带版本，相当艺术。台湾新闻军集采访报道。2024麻豆友会季3月16号将伫总野艺文中心登场。宣传记者会当中，在地艺术家演唱含友会有关的歌曲，为加甘圣体嘛写字，替友会季解开序幕。春天有柚花季，秋天才有文旦节。所以，我们麻豆农会对于文旦，整个的部分，包括开花期的柚花，包括结果期的文旦，都能够有最好的搭配跟最好的处理。今年以《春日里的柚花物语》为主题，规划市集、艺术特展等系列活动，结合农会甲柚农开发的农特产，要甲大家分享柚花香。咱现在3月咱麻豆拢拄好柚花会开，然后规个麻豆咱来到咱的麻豆这个小镇你会感觉规拢柚花花香。然后来咱有一系列柚花的活动，包括 DIY 也好有这个茶用的，包括推广产品拢有。每当的3月到4月之间，是麻豆柚花盛开的时节。台南市府结合麻豆农会，举办柚花季活动，邀请民众春天到麻豆欣赏柚花，感受艺文之美。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真的是好消息！高雄轻轨西27大顺顶山站将更名为湾子内站。当地里长何李明抱持肯定和认同，感谢市府交通局顺应民情反映，同时欢迎市民大众和外县市朋友搭乘轻轨时到三民区湾子内来走走逛逛。感谢咱的民众去里长大家去反映这个问题啦把这个名称刷倒来湾仔内这边嘛感谢市长的。湾仔内和轻轨它变成这个站，较知影讲是在地的名称啊。那我觉得说这个站名是可以去沿用，它是我们的地名，就是这边的地名。那我从小到大，那大家都很熟悉，说这边是湾仔来，就是附近的里民也都是这样。这个西27站，也就是我们的大顺顶山街站，现在经市府的核可，那当然现在确定更名为就是我们的旧部落的地名叫湾子内站，阮非常的欢喜会当兴阮在地部落阮这个社区的文化的一个地名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就是市府的努力之下，然后还给我们这个部落一个原来的一个地名。便利的公共运输，当然我觉得也要更透过这个公共运输来强调我们的在地文化。让我们的在地文化可以透过这样的轻轨站，然后让所有的市民，甚至是外来的游客来认识我们湾子内的一个文化存在。虽然目前西27站大顺顶山站还未以新站名湾子内站来做替换，但里长也乐观其成，市府单位可以将社区传统亲切的名称继续世代传承下去。另外，对于路标路牌的挂置进度，里长希望市府局处可以加快脚步，别让街道名称消失，也让来往大顺路段的民众可以清楚辨识目的地方向。因为阮大家习惯找路找有啊。你若有就你无讲我真正我唔知我们的路牌真的不见了。人也徛在人慢慢问个和顺街我们知道我们就会介绍啊，是真的希望把路牌还给路牌还给我们。当然当然要确切标示有些人转进来他没有看到，或是常常迷路的话，你也不晓得其实任何的路牌不见了，都还是要确切标示在我们反映之后，其实很快速的，其实大概在2-3天内，那个我们沿路的路牌就一直陆续的挂上去不过当然还有一些缺失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加紧脚步来改善，包括像我们大顺顶山街啦我现在只看到我们大顺路的路牌，但是横向的路牌并没有看到其实横向的路牌是远比直线的还来更重要包括还有我们的和顺街，甚至连
原来旧的力感到底去哪里了？我们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看到，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可能局处方面还要来赶快加紧脚步的一个部分。三民区湾子里当地民众甚至市长陈其迈有着紧的办事处理效率，期盼相关单位可以跟上市府脚步，进一步使得轻轨成员为民众带来更加圆满如意的生活。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因应电子商务时代来临，启英高中决定顺应趋势，新设智慧流通科，同时跟万能科技大学合作，签署智慧流通人才培育计划，并在日前举行签署启动仪式。当天还有 IKEA、宝雅、大润发、全家等10家全台知名顶尖流通企业代表参与，见证流通人才培育的重要里程碑。那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也随着那个企业界要让成本降低，利润才会提升，所以我们成立这种数位化的一种人工智慧的流通管理系，希望我们培育人才。那为了让学生能够更了解未来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也找了10家一些大公司，让他感觉到我未来我好好学习，我是有通路的啊，也是有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找了万能科技大学，那将来学生都可以利用那一些实务上的见习，都能够透过教育，也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到了大四以后能够完全都是实习的工作，让学以致用的这个理论能够实现啊。万能科技大学跟启英高中合作后，将规划产学合作 2.0 计划，跟在地企业合作，不仅开放同学来参加课程活动，未来如果到万能念书，也有相对应的实际资源，为同学规划适合的未来道路。所以呢，我们对于同学呢，毕业之前都会帮同学拿到相关的证照，英语证照啊，这个电脑是应用方面的证照，所以产业界对于同学呢非常的青睐。不止这样子，好，我们在这个 program 3+4。进到这个启英高中以后3年这段时间，我们会一起培养，帮助同学在无论是在证照方面，或者参加这个国际竞赛上面，我们都会一起来培育，让同学能够不只是在我们课堂里面学习，我们去企业参访，然后这个企业的见习，如果进到万能科技，未来毕业到万能科技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帮同学安排那。6日的时候去这个见习，你会就从大一开始，你就开始有薪水了。启英的同学表示，对新成立的课程合作非常有兴趣，不仅能了解未来智慧流通产业的发展跟技能，万能科大也释出很多资源，对他们未来发展跟规划很有帮助。万能科大又给我们那么多的通路，就是也给我们学生就是很多未来方向，像虾皮啊、电商啊，那么多。就是有关商科的工作，我都觉得说，对我们学生就是很有帮助啊。毕竟可能因为要升大学了，那可能又会觉得说对未来没什么方向感。那也可以透过因为万能科大的经营跟流通观念，让我们学生觉得说，我们未来有很多。就是相关的事业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流通管理吧。就是因为我现在也相当于在做流通管理的工作，所以就觉得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也谢谢万能科大可以让我学习到这些东西。然后未来可能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会有像电商的话，就是虾皮买东西就很方便，然后也可以像。外送一样，现在大家就是便利商店里面也有外送嘛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嘛，那就是很多人虽然便利商店很方便，但是现在加了外送会变得更方便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子，对。启英高中跟万能科大签署合作，当天也特别请专业讲师分享智慧零售发展趋势，也现场讲解传统物流跟智慧物流的出货流程。校方表示，在产官学3方挹注资源下，相信能让桃园青年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并且满足未来流通产业的人力需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